根據消防條例第25條動議嘅擬議決議案，立法會文件 LS 54/動2025號文件。請法律顧問簡單介紹呢一個文件。多謝主席。呢一項擬議決議案嘅目的咧，係尋求立法會批准根據消防條例第25條所訂立嘅消防註冊消防工程師規例。議員可能會記得咧，2017年消防修訂條例咧係喺2017年制定，主要咧係修訂消防條例，以定明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獲賦權訂立一套全新嘅法定計劃，讓符合資格嘅註冊消防工程師咧為某一啲處所進行消防安全風險評估，以及係證明某一啲處所咧係符合相關嘅消防安全規定，並且咧係就住註冊消防工程師嘅規管制度咧訂立規例嘅。今次擬議決議案所涉及嘅規例呢，就係一條全新嘅規例，目的呢，就係實施剛才所講嘅計劃，包括呢係就住註冊消防工程師嘅資格準則同埋註冊機制、類別同埋職責、相關嘅刑事罪行同埋罰則、紀律程序、上訴機制等呢訂定條文嘅。詳情呢，議員可以參閱我哋報告嘅第3至到第10段。當局曾經喺2017年嘅7月同埋今年嘅2月咧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係支持立法建議啦，但亦都提出咗多項嘅關注嘅。呢一項擬議決議案如果獲得通過咧，大部分嘅條文咧將會自2017年消防修訂條例第5條開始實施嘅日期起實施，而其餘嘅條文咧則將會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嘅日期起先開始實施嘅。法律事務部正在詳細研究緊呢一項規例喺法律同埋草擬方面嘅事宜。由於規例係旨在就註冊消防工程師引入一套新嘅規管制度，相信議員會考慮成立小組委員會詳細研究呢一項規例嘅。主席，就住呢一項擬議決議案，我報告到呢度。唔該，主席。好，唔該法律顧問。有冇委員要求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要求嘅請舉手。盧偉國議員、陸漢文議員。仲有係謝偉銓議員，有超過3位議員係舉手啦。咁請秘書傳閱文件，了解加入情況。